大家好，係我啊，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5月12日。幾日前呢，莊哥就睇到有一則關於凶宅嘅買賣新聞，令到阿莊哥呢就產生咗幾個疑問啊。想喺呢度呢就攞出嚟同大家傾下噶。呢則新聞嘅封面呢，我就擺咗喺畫面上邊，標題呢就叫做富豪3000萬富婢誤買半山極凶宅。咁佢嘅內容呢，莊哥就讀出嚟俾大家聽下。佢嘅內容呢就咁講嘅喎，佢話近日市場流傳一宗令人咋舌嘅豪宅交易，一名非本地富豪買家以全額付款的方式，豪宅近3000萬元購入港島半山區一個連巨型平台嘅3房單位。然而，該買家在簽字合約及繳付1成大訂後，傳出該單位早前曾發生一宗轟動一時嘅命案，有人從高處墮下並沉屍於該單位嘅平台之上，屬行內無人不曉嘅極凶宅。由於買家在睇樓時未有主動查問，涉事地產經紀亦未有作任何披露，進退兩難嘅局面呢，有位大律師接受訪問時就話啦，難以用經紀隱瞞為由取消交易（括弧俗稱踢契）。莊哥嘅第一個疑問呢就係、半山豪宅3房帶一個巨大平台，呢個應該唔係露台嚟㗎係嘛？而呢啲咁嘅單位咧，通常都稱為係特色嘅單位，而平時咧根本就冇可能會擺出嚟放售嘅。就算佢會賣啊，都會賣得係好貴嘅。而且而家半山區3房連大平台點都會有1500尺啩。咁而家以個市價嚟講咧，都起碼4萬到6萬蚊一平方啊。3000萬能夠買到呢種咁嘅特色單位，即係莊哥覺得會唔會太過平啊？其實呢個買家真係唔會問下個 agent 或者業主點解係賣咁平嘅呢？第二個疑點呢，就係新聞報道就話呢一位係一名非本地富豪，斷估都會係內地同胞啩。只有佢哋呢捨得用存款買香港樓，而係唔用銀行嘅低息按揭嘅。但係幾乎通常所有嘅國內同胞呢，係最迷信，亦係最怕買入嘅凶宅嘅。點都會多口問下啲 agent，佢要買嘅單位係咪凶宅嘅話，或者呢個買家係外國人呢？又或者係啲富豪多到啲錢多到嚟呢買層樓咁啊擺下啦。但係點都會問一下，會唔會係凶宅係咪咁貴嘅樓？第三點呢，就係通常做得呢啲半山區或者富豪區嘅 agent 呢，都係啲百比哪吒6二零後嚟㗎啦。點會唔知道區入邊呢啲單位有冇凶宅㗎？尤其係極凶宅嘅添。莊哥呢，同埋呢做過呢一種富豪區嘅物業嘅經紀呢，通常呢都會主動咁披露呢啲凶宅出嚟嘅，係唔敢隱瞞嘅。並唔係話我哋有良心啊，或者我哋係好人嚟㗎。其實我哋只係怕紙始終係包唔住火㗎啦。將來呢兩頭都收唔到傭嗰時呢，其實白忙一場。莊哥呢就想了解一下呢一單新聞係堅唔係堅㗎，所以呢連日嚟呢都周圍問過一啲同行啊或者老友記啊問下，但係得出嚟嘅答案都係話唔知或者係冇聽過，所以呢莊哥喺呢度呢對大家講，只好當咗一個新聞係有待確認嘅。但係呢則新聞呢就講起凶宅呢個名詞，就令到阿莊哥呢突然之間好有興趣，用佢嚟做下呢一次錄片嘅題材。首先，凶宅喺法律上係冇定義，亦冇特別嘅解釋嘅，但係佢經常呢就掛喺我哋地產人士嘅嘴邊嘅。經過長時間嘅習慣落嚟呢，咁我哋通常都解釋佢為係一個死過人嘅地方，而死亡嘅人係非自然咁死亡，即係呢自殺或者係他殺。
如果死喺度嘅人呢，佢係病死或者係老死嘅話呢，我哋就叫佢做自然死亡。咁呢一類嘅單位呢，就唔會叫做凶宅㗎啦。所以好簡單咁講呢，凶宅就即係一個死過人嘅地方，係非自然咁死亡嘅。而佢嘅英文呢，亦係冇一定嘅名詞嘅喎，有時候呢，就譯做 ghost house 或者係 haunted。但呢啲字呢，都係講表示係鬼魂或者係鬼魂集中嘅地方啊。真正嘅解釋呢，係唔同我哋香港人嘅凶宅定義係唔同嘅。而香港嘅法院呢，曾經將凶宅呢叫做 stigmatized property。stigmatize 呢個字即係話羞恥嘅意思啊。佢嘅中日文呢就叫做不祥物業。而不祥物業呢係有4大類嘅。第一類嘅不祥單位呢，就係曾經作有罪犯用途嘅。第二類呢，就係受過滋擾啊，譬如有追債人士拍門上門啊、淋紅油啊呢一類嘅物業。而第三類呢，就係曾經有個非自然死亡嘅事件，即係而家我哋稱為凶宅啦。第四類呢，就係有靈異事件發生嘅物業喎。咁喺呢度呢，咁或者同大家講下呢，原來凶宅呢都有另外一個解釋呢，叫做不祥物業嘅。香港人或者咁講啊，中國人點解咁關注同埋害怕凶宅嘅？我相信都係有2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呢，就係凶宅係直接將你嘅樓價貶低咗80% 至到50% 之間嘅，以及呢長時間都係賣唔到或者係根本賣唔出去嘅。而第二個原因呢，相信都係一啲迷信啊或者心理嘅因素嘅，因為普遍中國人呢都認為咧凶宅係唔吉祥嘅、唔吉利嘅，會帶嚟倒霉運嘅。而住喺呢一個入邊嘅呢，都會承受極大嘅心理壓力嘅。長時間咁居住落去呢，會令到你精神壓迫到精神崩潰嘅。所以呢，如果遇到凶宅嘅時候呢，咁啲中國人都會話大吉利是避之則吉嘅。真係話送俾我都唔會住呢啲凶宅啊。話返過嚟，如果有一個買家真係咁唔好彩咁買咗凶宅，咁佢可唔可以踢契收返啲訂金嘅呢？咁莊哥喺呢度就話我都唔知道，俾唔到答案你。但係呢，可以用呢唔同地方或者國家嘅判例呢，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咁啦。首先喺西方嘅國家呢，因為係冇凶宅呢個名詞嘅，所以通常都係告唔入嘅。咁譬如喺美國呢，07年賓夕凡尼亞州呢曾經有個判詞就話業主係冇義務主動咁揭示單位過去嘅歷史嘅，包括凶宅嘅事項嘅。但係呢，如果喺中國人聚居嘅地方呢，就似乎係對於原訴人即係買方係偏袒多啲嘅喎。例如喺台北市曾經有個高院嘅判決，佢話基於誠信，若果業主有故意隱瞞，應負有欺詐嘅罪責嘅添。所以有一單 case 呢，佢係判業主罪成嘅，除咗原訴款項歸還買方，仲要面臨刑事嘅監禁嘅添。而另外一單凶宅嘅官司呢，就發生喺台中市，個官就咁判買方勝訴。佢話賣方需賠償買方嘅轉手低價賣出去嘅差價，同埋買方呢可以告中介公司去索償佢哋嘅經濟損失嘅添。而我哋嘅祖國原來呢都有好多凶宅嘅官司嘅，而其中有一單呢發生喺2011年嘅浙江省。佢嘅事由呢就話有一對夫婦，佢哋幾年之前呢用大約700萬買咗一間別墅，住咗幾年之後呢，就發覺呢間別墅呢原來多年前呢曾經有兇殺案發生過嘅，而且上手嘅業主係知道內情嘅喎。咁佢哋就告上法庭，要求退回買款700萬以及相關費用呢就90萬。咁後來個審判長呢個判刑係咁嘅，佢話賣方有蓄意隱瞞事實，犯有欺詐罪，買賣合同呢就無效，
需要全數退還，以及賠償其他相關聯嘅費用90萬嘅7成。咁其餘3成呢，因為買方呢有責任審慎調查自己買嘅係咪兇宅，所以呢，佢哋就承擔有3成嘅罰款啦。而香港嘅官司嘅結果又點樣呢？因為香港呢係一直沿用英國法制，崇尚合同嘅精神，物業嘅買賣呢係買者自負嘅，法律上呢稱之為 buyer beware， 即係話呢，買家係負起所有嘅責任，確保所買嘅樓宇係唔係兇宅，而業主同經紀呢係冇法律嘅責任或者義務向買家主動披露嘅。但係呢，有一單發生喺2004年嘅官司，又令到個買家呢唔係咁完全絕望嘅喎。嗱，呢一單04年嘅官司呢，係講呢有一件案件，就內容就話個買家呢就買咗有一村啊，一個單位啊。成交之前呢，曾經咁問過個經紀入邊有冇古靈精怪嘅嘢，咁個經紀呢就好爽快咁話 no。後來俾咗訂簽咗約之後呢，買家呢至知道呢，原來賣家喺簽約之前呢，佢個細仔啊係喺個單位個露台呢就墮下死亡啊。咁買方就唔高興啦，就因此就告佢，就希望呢就係合同無效喎。但係嗰個官呢，後來就點樣判呢？佢就話物業係屬於不祥物業，所以合約可以終止。但係啊，賣方係冇責任主動披露事實嘅，所以訂金呢可以沒收，係唔需要賠償喎。咁點呢？就訂金沒收咗，冇需賠償，但係原來呢個賠償呢係由經紀人負責嘅。個官又咁話嘅，經紀人係有誤導或者失實嘅陳述，因為佢喺就古靈精怪呢個事件入邊呢，即係墮樓死亡呢，就冇向買家真實匯報啊，所以呢，佢要負責呢賠償買家嘅所有損失。又因為經紀同地產公司呢係一個轉承責任嘅關係，所以呢，僱用佢嘅地產公司呢，亦有個責任，有個法律責任係賠償俾買家嘅。講到尾啊，買咗兇宅，買方始終係最蝕底嘅一方嚟嘅。咁買家又點樣可以保障自己係唔會買到兇宅嘅呢？咁咧，莊哥咧就有以下呢幾點提議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唔使問阿貴啦，直接咁問經紀同埋業主係咪兇宅㗎？有就有，冇就冇，冇話唔知噶嘛。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試下喺網上查下啲兇宅網，睇下入邊你嘅單位或者你嘅附近係唔係兇宅啦。而第三個方法咧，就不妨就問下樓宇嘅 M.O， 即係嗰啲管理員啊，即係看更啊，或者隔離鄰舍，咁係咪兇宅啦？而第四個方法咧，就係揾銀行估下價啦。如果啲銀行咧話你估唔到價，或者係拒絕按揭嘅，咁你識做噶啦。而第五點咧，你就可以喺土地註冊處嗰度攞一個 Land Search 出嚟，咁查下入邊咧，之前啲業主咧有冇死喺度嘅？如果你見到有 deceased 呢個字咧，咁你不妨查下佢係唔係死於自然或者係非自然啦。最後一個方法咧，你可以在買賣合同入邊咧講明話，呢個物業唔係兇宅，咁咪得咯。而業主咧，相信佢係最得戚嗰一方噶啦，因為咧法律上咧賦予佢係冇責任主動披露兇宅噶喎。就算佢講錯嘢啊，因為基於疑點歸於被告，咁個業主咧就可以話係翹埋雙手咁摁腳話你告我啊，你告我啊咁樣喎。最後啦，就講下經紀人嘅角色啊，真係好尷尬嘅，兩邊都要討好，一做錯嘢咧就兩面都不是人。雖然經紀係冇法律嘅責任主動咁披露兇宅，
但係作為買方嘅代表呢，就好似莊哥我呢類咁嘅人呢，就通常都會一定會披露㗎。點解咁講啊？因為佣金咯，佣金呢兩個字係我哋做 agent 嘅生命嚟㗎。冇咗佣金就真係人生冇晒樂趣啊！所謂為佣生，為佣忙，為佣打交上公堂，佣金才是我爹娘。你估你一時嘅隱瞞真係可以瞞天過海嘅咩？地產生涯流流長啊，無謂因為一單兇宅嘅官司令到自己可能會犯上官非啊！而一兩次嘅成功呢，係唔會令我哋創業興家㗎嘛，而一兩次做唔到失敗嘅 deal 呢，亦係唔會令我哋蕩產傾家嘅。你話係唔係啊？好啦，講到呢度為止啦。我係莊哥，係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下次再會啊，拜拜。